礼拜得要开始，咱用恬静的心来准备咱的礼拜。对因讲，以色列人啊，恁着听，恁今日要甲百姓对敌交战，毋通失胆，毋通惊，来摇摇喘，也毋通因为因来论呢，因为耶和华恁的上帝就是甲恁三角去的，要替恁甲对敌交战来拯救恁。圣诗338首，俄勒全能的主上帝，俄勒全能的主上帝，造化的大君王，伊做你大开力拯救，你着俄勒遵从，听见的人着进入伊的圣殿，甲我同心欢喜称赞。咱起立来吟全首。一
请咧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搭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性，我是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下面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用第58篇吼。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对一定啦。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减袂将万米嘛白白赐予咱。啥人会当控告上帝选民？宣判因做义人是上帝。但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毋是基督耶稣，伊已经死，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过活。坐伫上帝正面的，咧替咱祈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妖恶，是散车，是危险，也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为着恁的缘故，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阮互人看做的，要抬羊，拢毋是伫遮一切代志，咱靠听咱的上帝赢到村。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才，是灵界统领者，还是权力者，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是天顶还是地的神灵，还是其他的被造物，这些拢会通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祈祷，咱三家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阮感谢你，感谢你这礼拜的保守甲看顾。当阮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圣殿，求你赦免阮的罪过，怜悯阮的无知，求你用你的真理来教示阮。阮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伫黑暗中高举你的荣光，伫困苦哪早的时尊荣你的名。阮受压迫的时，无要搁用家己的智慧，阮要专心祈求你，呼叫你的名。的确要用你的智慧甲公义，做阮软弱的时的光照。人伫耶路撒冷学了你的时，阮嘛要伫台湾大声学了你。你伫锡安所教示人的真理，阮嘛要伫台湾这片土地来荣光你的名。只有你有才调降临世界的和平，求你怜悯阮世人，求你爱空来听阮的卑微的声音，卑微的祈求，求你将平安、喜乐、智慧、光明、稳定、能够尊叹你的话的人心境。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报告。消息报告。第一点，本会消息：本主日上午第2场礼拜颁发2021年的第一学期信仰培育奖励金受奖的名单如下：儿童牧区，这名大家看周报。
以上吼。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由创教会以下称本教会，为着要鼓励咱本教会学青牧区、儿童牧区，就是为国小到大学的学生，要来注重建立信仰的实力，累积属灵的产业，建立稳定牧区聚会，甲遵守主日礼拜来领受真道。嘛是要借着平常时甲上帝连结的灵修生活，充满真理、智慧甲能力，活出灵魂体全人的形象，展现英神益人的生活。特别设立这个奖励金来申请办法，本教会奖励金分做牧区出色的奖。信息笔记的奖、属灵的日记的奖、学业成绩的奖，甲什么呢奖励金5项。敢若儿童牧区无什么呢的奖金吼，既然达到标准的，拢会当来申请。第二点，本主日下晡3点半，伫主堂召开3月份定期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来出席，单位首长甲同工来列席。第三点，70周年筹备小组定伫下主日3月20号中昼12点，伫1楼的副堂召开。敬请陈牧师、潘牧师、方长老、余长老、刘长老、陈美玲长老、赖文生执事。黄宗胜执事、于慕远长老、柯宏干事、蔡明佳干事出席参加。第四点，本会定伫下主日3月10号下晡3点到6点举办幸福小组启动会，对象是区长、小组长、副长甲幸福同工。地点伫敬拜中心，邀请讲师陈美凤团队就歌人形专业讲师，请伫本主日进前区长来报名。第五点，高北区定伫4月10号主日下晡3点，伫本会敬拜中心举办中秋主日联合礼拜，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来统计人数，请伫4月3号主日进前，请到2楼柜台签名。请小组长来协助小组员来报名参加。第六点，本会2022年上半年的装备课程，请伫3月25号开始，每礼拜拜五暗时7点半到9点半举办。敬请兄弟来办公室来报名参加。第七点，本会定伫3月27号主日举办。主劳会救我关会救人活动，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晡5点。地点是教会副堂头前，请关会人揸身份证来准备关会。关会的人拢会当得到一个美好的礼物。第八点，本会定伫3月17号主日下晡2点暗时7点半，伫敬拜中心举办伊伫头房复兴基督特会，讲师是李保罗牧师，是恩惠神学院院长。欢迎中职小组长、同工甲兄弟来踊跃参加。第九点，下主日是世界展望会主日，该会同工前来本会分享水的资源事工，敬请兄弟关心大道甲奉献。第二点，集体消极。第一点，互助社社员团体保险一年的保险费是2420块，请伫3月17号拜四进前来接受办理。超过时间就无法度受理吼，欢迎互助社来查询。告解消息，咱请陈牧师。咱高雄中会教育部伫今年，我那推这个读经运动，要抄这个约书亚记。
咱啊第二阶段有报名吼，已经会当去办公室甲干事领即个稿纸吼。头拄报告关于70周年的筹备小组应该去加咱教会王世俊牧师吼，这补充以上。我来介绍今日参加咱礼拜吼，有2位姊妹，头一位是李秋兰姊妹吼，是咱招娣长老介绍吼，伫来小组，咱拍波吼，欢迎伊吼。好，请坐吼，咱即届欢迎，永远欢迎。搁第二位是咱迄个美仪执事的姐姐吼，郑美娟姊妹吼，咱拍波欢迎吼，参加咱礼拜吼，愿上帝祝福好。以下来恭读上圣经。这礼拜圣经部分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历代记下第7章14节，白话语490页，台语汉语本470页，和合本544页。第一个部分，恁来看，我来恭读。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的，若家己谦卑祈祷，求见我的面，我转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地。第二个部分是伫马太福音24章第6节到14节。马太福音24章第6节到14节。第6章，恁要听见高震甲高震的风声，谨慎袂得惊，因为这的确有，总是末期还袂到，因为百姓要起来攻击百姓，国要起来攻击国，侪所在要有饥荒、地动，这个拢是可痛的起头。迄时人要交付恁伫患难，害死恁。恁因为我的名要互万邦万份。第10节，也迄时侪人要受杀害，3客送3万份。阁有侪假先知要起来，迷惑侪人，因为不法大加添，侪人的疼渐渐冷淡，独吞忍到落尾，伊未得着救。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到通天下，最干净伫万邦，迄时末期就到。以上。而乐，咱请妇女圣歌队。
感谢妇女献歌队用水的歌声来娱乐上帝。讲到题目是咱的未来会安怎？咱的未来会安怎？咱请陈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咱的妇女圣歌队甲咱吟的诗歌，甲咱讲，咱会当改变这个世界，咱会当互这个世界变做较水。阿妹吗？当咱会当活靠主的恩典，尽咱的本分，咱三甲斗阵认真做工。我相信这个世界会你着改变，这个世界会哪水，会哪好。感谢主会早起牧师透过所读的圣经，甲咱分享这个题目，就是讲咱的未来会安怎？咱的未来会安怎？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毋是未卜先知咱袂当讲未来要安怎那个像雅各书咱今仔日明仔日咱袂当讲我要去即个城，我要去做即个代志到底明仔日要安怎？我嘛毋知咱较好主若愿意，我就会当做一项做一项，所以一切拢伫主的手中。兄弟姊妹，咱的未来安怎？我毋知，你毋知，但是拢伫主的手中。所以咱照主的话甲咱讲的，咱相信主的话，相信未来就是照主所讲的一切照主的话要得到实现。咱即马规个世界会使讲人类经历即个空前的危机即两冬外来即个瘟疫，即个疫情到今也未结束咱有看到足侪所在有大地震，咱嘛有对咱的新闻的报道，你就知影有足侪所在即马是饥荒、枵饿有的人是食袂饱，有人无通食，用要枵死像有一个国家这差不多根本都无啥物件通食咱伫即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所在，还是南亚的所在，无论是苏丹，无论是索马利亚刚果、查德马达加斯加中卫共和国阿富汗也门甚至伫中美洲的委内瑞拉还是当然过去经历即个内战的势力拢食袂饱，为无饭通食，无水通啉有人用活袂落去。这世界差不多伫10亿，有10亿的人口是伫即款的枵饿的威胁下面。咱即摆看到即个乌克兰甲俄罗斯的即个战争乌克兰甲俄罗斯，哇！这战争一战落去想讲可能72点钟就要解决咧，但是即摆已经经过2礼拜外无迄个解决谈判4遍嘛无结果。咱看见即个中间有足侪军人当然死去，嘛有足侪平民无辜的平民来死去，受伤的佫较莫讲，非常侪。乌克兰足侪城市拢去互即个炸弹炸甲会使讲足侪即个大楼就变做那个石头堆共款砖仔堆共款，真侪实在是，咱看到迄个战争带来可怕生离死别车离子散，家破人亡迄个家园被毁，足侪难民逃走，几百万难民走到波兰你也想讲，咱台湾100万人约来伫咱中间要安排一个足困难的，要带队爱住、爱食、爱啉、爱放，规个拢是
牧师捌去即个黎巴嫩甲约旦看这叙利亚难民，因为做难民，你看偌可怜，哪有可能什么尊严通讲？规大堆人，规家伙拢伫布房啊，住做伙啊，伫遐一个所在会当住食食饭。大家公共遮济人住伫遮，热甲呢，若甲寒到要死，这日子是要哪过？总是因为罪缘故，因为战争缘故，因为内战缘故，因为整个国家袂稳定、无安全，有压迫，足侪人就流亡，就逃走，这就是咱今日看到认为即款的艰苦，因为这个战争当然，足侪拢受到影响，咱的油起价，不断起价，佫会佫起，这个股市就会落，不断落，这个能源有危机，会通货膨胀，佫足侪因为战争，当然世界无爱看到战争，大概就是想讲要来逼伊会当停止，就是用经济制裁，所以这个制裁引起。足侪金融、贸易所有一切足侪损失无拢统计为了要进口无这个原料，为了要出口，都无拢出口，为所有就是冻掉的，迄个损失无拢估计。干那这乌克兰战争损失几啊条毋是亿啦，是几啊条。到底要去影响偌久，拢无人知影。到底咱的未来会安怎？兄弟姊妹，真正咱为了这个未来咱来祈祷未来安怎？伫这个以赛亚书这个以赛亚伊咧论着这个罗马的启示灭世一段讲有人的声对生意咧呼叫讲守望的这个民是安怎的？守望的民是安怎的？守望的民是安怎？伫遐咧呼喊，结果这个守望的讲迄个下早时会到，毋过暗时嘛会来；下早时会到，毋过暗时嘛会来。咱来看到这个应答这有应答甲无应答。下早时会到，毋过暗时会过来。这个意思有人讲大概会使有3种的意思的解释。虽然咱下早时来毋过暗时嘛是连会过来这是表示讲时间足紧的啦。下早时都来即马暗时佫连会到第二个无共你讲对一寡人来讲，伊即马是透早是下早时，毋过对一寡人来讲，伊是暗暝。当咱即个地球咧说咱遮透早你看伫即马伫这些国家是暗时这是自然，这是正常。但是另外一种就是讲，这个人伊那个像透早的光，伊是住伫光明；毋过这个人被进入黑暗。有人打出世，毋过有人进入死亡。这个下早时虽然是来毋过看袂到光。下早时那甲暗时共款。兄弟姊妹，即摆的心境，即摆你若伫即个乌克兰来讲因就是那像暗时就是透早嘛是暗时乌天暗地规个世界拢黑暗共款，这就是因即摆的心境。今日咱有读即个马太福音第24章这段就是耶稣咧论到即个罗马的即个景象，罗马末日。罗马的景象，咱若透过这个景象知影讲，大概人类的灾难、这个苦痛大概分做3阶段。咱读的24章60到80伫这个所在讲，咱会听到交战的风声，但是咱谨慎无得惊，因为这会的确有，这会拢会发生，但是这个末期还未到。咱会看见这个百姓起来攻击百姓，国攻打国，一个所在有基因有地动，这拢是
迄个课堂的起头，起头就打开始啊！所以这个战争哦，要当时结束唔知，但这打开始这拢是课堂的起头。咱对这个战争，咱就看这是课堂的起头这个三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就是有这个战争有经有地动佮有这个瘟疫。这个战争哦，唔是干那军事的战争这帮乌克兰甲俄罗斯这是国家当然就是要侵犯这个国家，有用这个飞弹佮有发动这个装甲车大概就是要去攻打，要去占领这个国家。这个是军事上的战争，但是其实人类拢伫战争下面无论是科技的战争、能源的战争、经济的战争、金融的战争，这种存在。这个战争若是干那这个人类的战争，佮有天然的，咱拄到这个瘟疫，拄到地动，拄到饥荒，这天然的圣经佮讲，咱唔是拄到这个人类的战争，有这个天然的灾害，佮咱这个属地主的百姓会受到困迫。迄个时阵，咱会落伫这个苦难内面减在有时的备胎，会去互万邦万分这个代志的发生，拢会到。但是这唔是落尾这唔是末期讲这个天国福音就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这个末期才会到，这是圣经。所以，咱会看到战争，看到地动，看到饥荒，这拢是起头尔。过来，咱会看到真侪灾难，人开始会悔改，这个第二个阶段。但是上落尾，这个福音会传遍天下，末期会到，迄个复兴的降临，上帝国的荣耀降临。这是伫圣经到底咱未来到底是安怎？兄弟姊妹，咱即马咱处理什么款的阶段呢？咱即马会使讲是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咱也无看到规世界的人拢悔改要归向上帝，来呼叫上帝，也袂。虽然这打开始呢，苦难起头开始，都无人安尼遐骨力咧祈祷呼求当你若是乌克兰你就要呼求真正爱呼求拄着迄个乌天暗地到底这战争当时要煞无水无电无物件通食看到这大家安尼囡仔安尼哭咱若看迄个媒体报道有一个10岁囡仔到底甲伊厝内人斗阵出来是毋是走线毋知迄个囡仔伫迄个所在安尼大包衫歹歹穿大领，因为足寒足冷的，伫迄个吼的声音互咱感觉这个囡仔真10岁伫咱台湾是咧读国小拢互这个阿公阿嬷听去互爸爸妈妈照顾保护老师教导，咧受到好的教育咧快乐过儿童的生活，但是伫遐囡仔妈妈好，这个记者拍这个相片，互咱看到这个战争的可怕。但是兄弟姊妹，咱伫这个第一阶段，咱会看到什么？其实咱会看到天父的心，咱的天父永远为着人袂当找求伊，人袂当拔头找求伊，人袂当行伫伊的旨意内面。天父的心是艰苦的，但是天父是充满慈爱的，因为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爱万国做见证，这个末期才到。所以这个毁灭也未到天父的心是宽大的，毋望人会当悔改来找求伊，来归向伊。那甲咱今日另外一位读的圣经这个历代志下7章14节讲这称作我的名的百姓，因若会当自卑，会当祈祷，会当找求我的面，会当离开因的歹所行。咱主爱阿爸爸
伊一定会为天顶铁开的目睭看，拍开的耳孔来听，伊的百姓的祈祷，伊要赦免咱的罪，伊要医好这个土地。这是天父心。兄弟姊妹，咱是不是感觉讲，咱对2000年了，哇，这个世界变化非常的快速，甲咱过去咧想象的，你感觉足无相像的。变化哪会遮紧这个时代的变化遮会快速，咱也对袂着。看见整个世界，毋是干那科技的变化遮紧。2000年的时，可能足少人咧用手机吧，足少的。即马大家嘛一支手机较早的手机一支大机咧讲嘛足慢的。但是即马非常的快速，规个世界偌多的资讯。拢会当接受到，这个变化是也非常大。不过，这个世界冲击足大，人感觉讲咱当全球化，咱若像地球村但是结果今日世界因为这战争，因为这个疫情，大家佫宣布讲咱地球村结束到这停止咱毋佫敢讲迄个全球化这佫袂当讲迄带来毋是好的代志，这带来是歹的代志。至少即马这个传播遮紧一大堆的假消息分袂清楚啦。较早咱都听袂到，毋知影，要甲咱骗嘛无机会。即马人若袂当分辨所谓足侪消息拢是假的消息啦，拢无影的消息啦。大家拢听，拢当作真的共款，遐传到大家拢活伫迄个错误的信息内面。这个世界因为这个战争带来足大的这个冲击，足冲击，人对未来真正有足侪惊吓。人面对这个变化，有时会感觉真正足无助，嘛足无奈到底当时要结束这是圣经，咱来读以西结书38章39章，咱读这个马太福音最后所伫这个落尾经上所咧讲的，咱拢会当看到。其实今日毋若干那战争，干那地震，干那饥荒，今日教会咧受迫害无？感谢主，咱台湾无，但是有足侪所在是有的。中国有无？有这个北韩有无？有伫迄个回教国家有，足侪所在拢有教会受困迫教会受关押教会毋若受到这个检测是为政治来、为宗教来压迫。其实这个疫情，咱遮有无？伫美国足侪教会嘛关起，安怎？疫情都无人来礼拜这教会都维持袂落都关起。这个战争可能就教会就关起，甚至有个所在就禁止人传福音，足侪所在禁止人传福音，你要传福音都无自由，连耶稣的名都袂当提，连耶稣的名都袂当提。但是今日圣经来讲，毋免惊。这个是的确有的，这是会临到的，但是咱毋免惊，这是复兴的开始。感谢主，顶礼拜牧师甲牧师娘特别有甲共电话去参加马街宣教150周年，参加这个宣教150周年，实在足感动。对马街的一生，伊做宣教师献身的服侍，实在令人感动。这个马街实在令人感动，所以这帮的主题就是讲，学马街带门徒传福音。马街就是10岁的时阵受到呼召，受到感动，献心要做宣教师。因为伊是伫苏格兰自由教会，就是要传福音，离开英国的国教，就是要传福音。福音要传遍天下，咱毋是干那教会关起就好，咱的国家有钱就好。所以，伊受到这呼召，要伊的牧师的影响。伊的牧师虽然牧养的教会超100人的教会伫伊牧养的过程中间，出37个牧师甲宣教师。这个马街是足优秀，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是人毕业的。大家嘛想讲，哇！你转来，阮加拿大，你来加拿大来做牧师，加拿大需要你。但马街的心是受呼召。要去传福音，因为这个福音爱传遍天下。
伊受到这个呼召，所以伊就献身，无人要插伊。到尾总是有一个长老讲好啦，无我帮衬你所以伊真无简单会当受车遣来到台湾的所在，这是想象袂到。来到高雄，甲李有牧师做伙，讲遮阮已经咧团无你就去北部，所以去甲淡水，172年伊去甲淡水，就是遮啦，就是遮啦。这就是我的家乡啊！这是我献身的所在，我要服侍的所在。所以这个马街一生唔是讲足长退休，拼命做工。伊讲伊住淡水深教的头一阶段，要倒转去进前这7冬7冬伫淡水只有淡水住6个月，就是拢出去传福音。一届行去到苗栗，为淡水安尼坐船，才阁渡去到苗栗，一路传录音，阁倒转来到新竹，订一间迄个旅社讲伫迄日记写讲我实在我拢想象讲这个旅社遐那遐太高遐黑暗因为较早的旅社拢是就是迄个色情的场所真多，就是有遐个无好的逐个伫遐咧跋筊啉酒的暗时吵到伫遐喝酒棍搁安尼搁热搁都无冷气，真是哪有冷气都搁有网搁困袂去搁吵实在有较艰苦，但是伊讲我嘛是爱吞忍，因为一切拢是为基督，一切拢是为基督，为了基督的缘故我就是要做伊的工，我就是受调要来做伊的工，我就是要尽我的使命，所以吞忍去传录音去用甲破屎伊嘛是吞忍伊嘛笑讲毛咪兄毛咪姐你足无彩，你甲破屎遮你若去破伫迄个菜顶面后礼拜就会受伤的，你会当去迄个卖钱你会当好的生活，无你嘛家会当食。你破伫我的身躯顶都无彩工，也袂大张。也袂讲后礼拜我袂过来，后礼拜我嘛是会过来。虽然我互你破屎，我后礼拜嘛是会过来。这就是马街的精神去到放假传福音迄个地方的势力迄个庙的势力乌道的势力出来要甲拍，甚至要甲杀这个清朝官讲，得甲保护出来，甲救卖啦！你都规去离开啦，莫来遮传啦！逐所在人去，遮人都足歹。但马街为着福音，伊无惊呀，无论的无倒退，我就是为着这个福音来。我是绝对无离开。虽然礼拜2去去用拆掉的，搁去搁拆，搁去搁拆，但是我嘛是要伫遮去礼拜2。将有这个艋舺教会，即马真大间的教会，因艋记得讲，这就是马街，会使讲用性命来换取的，这就是马街。兄弟姊妹，圣经甲恁讲，免惊，这目期也未到。这个福音爱传遍天下。虽然有苦难，虽然有困迫，但是咱唔免惊。兄弟姊妹，是不是咱即马有拄到什么款的困难、什么困迫？有时咱嘛讲免惊，有应要的代志要发生，有上帝大的代志要临到。上帝咧拣选咱，咧陪伴咱，互咱会当做伊的车用。伫这个落尾的时期，咱会当做什么？未来安怎咱唔知，伫上帝手中，但是咱会当真正讲，主啊，互我会当尽我的本分，互我会当做你的器具，我会当做你的器具。所以上帝即马拄咧敲切迄个愿意谦卑来祈祷，来祈求伊的边的人。当咱安尼做，相信伊要伫这个殿中听咱的祈祷，伊要赦免咱的罪，伊要医好咱的土地。感谢主，咱最近伫台湾的教会伫这个国度复兴下面祈祷联盟足侪人祈求祈祷包括周信做牧师、柯少恩牧师真侪人祈祷。感觉咱伫这个时阵，咱要毋望复兴临到。其实咱就是爱悔改，咱爱更新，咱爱家己清起家己。所以咱伫3月7日
就开始有40天的祈祷，直到过节40天的祈祷。这40天的祈祷，就是家己清起家己、更新家己的祈祷。哇，这张编辑的祈祷手册实在非常好。有电子版的吼，拢个免钱会当看。毋过拄好会晓用电脑、用手机字足细字，看得足艰苦。所以若有这个纸本的吼，原来这一本奉献是50块，即马销太济，即马伫册房，所以这一本吼70块吼。兄弟姊妹，咱到过节进前，其实咱应该着爱起来祈祷。咱逐工，咱会当照这个字吼。其实一天免用咱15分钟、20分钟的时间吼，会当有一个经文，佮有圣经的这个主题的教示，咱会当学到上帝，会当认咱家己的罪，咱会当安静伫主的面前省察家己的罪，咱会当透过奉主的名祈祷宣告，互咱得到医治，互咱得到逃亡，互咱得到自由，一切会当得到改变。这一个主题拢两面尔，是逐工会当食出咱真大的帮助。上帝咧祈求这款的人，今日的世界就是已经到落尾的时期，因为人的罪，因为列国的罪所以咱看见也有瘟疫，咱也有饥荒，也有地动，也有战争，但是兄弟姊妹，上帝听永远无改变。上帝永远要听咱，要救咱。当咱会当祈求伊，我相信咱的确会当得到保守。咱伫台湾会当得到平安。连咱的高雄市的市长，伊是公卫的专家伊毋是基督徒，但是伊都会当伫咱中间讲吼，实际上咱台湾这个防疫，这毋是国家搞，这毋是阮的团队搞，这是在上帝的怜悯大家祈祷，透过祈祷，上帝真正保守台湾啦！上帝保守台湾啦！咱看见香港遐尼严重，韩国遐尼严重，日本遐尼严重，但台湾一波搁一波，但上帝甲咱保守。兄弟姊妹，咱爱祈祷，偌侪人起来咧祈祷，咱应该起来，逐工都爱为着咱的国家，为着这个世界祈祷。这个末期已经要到啦！咱看见索多玛甲蛾摩拉。因为无人咧代求连10个义人都无。义人是甚物人？就是这亡亡得救的人，咱得到主因信称义的人，咱应该就是成做伊的囝儿。咱会当奉主的名来伊面前，咱会当向主祈祷，咱会当奉主的名祈祷。咱一概无得挂虑万事，只着恳求祈祷感谢，将咱所要爱甲上帝讲，享受平安的上帝伫基督耶稣要保守咱的心，咱的念头。咱的天父爱咱起来祈祷，兄弟姊妹，咱看见相对的圣经有一个尼尼米城。当约拿去传福音的，虽然唔情愿去传，你就要悔改因为上帝要毁灭这个所在，因着对电教的这个君王甲普通的百姓，甚至连这动物，大家拢是穿满衫三尾虎大家伫遐来悔改，结果尼尼米得到拯救，兄弟姊妹，迄个差别足大。兄弟姊妹，咱今日教会除了过去，大家人讲哇，要起大礼拜堂，我要建立偌大的教会。但今日韩国嘛开始改变，所有上帝百姓应该甲上帝谦卑，甲上帝三同行。咱就是爱自卑，家己谦卑，家己来祈祷，来祈求伊的面。我相信。咱的确要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即马就是咱起来祈祷的时阵。咱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咱会当来为着这个世界祈祷，咱会为咱的后代祈祷，咱的后代要搁活足久的，未来要安怎？实在，若无上帝的恩典伊要拄着艰苦就较济。咱就要为着咱的后一代，会当有好的信仰，会当得到兴起，会当互主使用。今日的世界是一场的战争，咱看见这个战争拢是为着这个能源，为着这个金融，为着这个经济，为着大家人拢是为着好处，
伫遐咧战争，但是这个物件确实落伫歹人的手头，咱就要拄着艰苦。求主帮助咱，求主帮助咱来洁净咱的心，来洁净咱的心，互咱会当成做伊的器具，互咱会当互伊使用。我相信咱的祈祷的确要到伊的面前。当咱拢会悔改伫伊的面前，咱拢会当清气伫伊的面前。迄个第三阶段，迄个复兴就要临到，要真紧临到。有可能足侪这个有影响力的这个君王开始要归永主，足侪人看开是无可能的，拢要归永主。足侪伫职场的人，有影响力的人伊爱归永主。兄弟姊妹，咱今日伫台湾，感谢主，哪来哪侪上帝所兴起的人，无论是伫职场有影响力的人因咧影响整个的这个世界咱今日的社会，咱来求上帝伫咱的教会兴起更较侪上帝所要用的人感谢主。当咱有较侪属于上帝所要用的人入去到迄个位置的时，伊就带来影响力。进前无偌久，我甲迄个咱台北市即卖劳工局的局长陈信的局长，较早是咱的市议员，伊较早伫高雄，但上帝透过伊初选立委无去了，受聘请去台北做劳工局长，感谢主。伊讲我为即个高雄走到台北做劳工局长佫会当伫遐坐调，迄是无简单代志，安怎？感谢主，因为伊是上帝的百姓。伫台北市足侪市议员拢是基督徒，所以这个基督徒知影伊是真正一个听主的基督徒，伊真正是用心咧伫伊所要做的这个政务内底，所以足侪人都支持。兄弟姊妹，咱望有真侪像约瑟、像但以理人会当受兴起。今日咱所面对的世界，这个疫情毋知当时要结束。咱伫台湾毋望伫后个月讲会当开始有即个全面的改度的一款的拍算毋望主帮助，咱应该祈祷咱虽然即个疫情有带来伤害，但是感谢上帝，互咱更较谦卑，互咱更会当甲主较近话。咱今日毋望咱会当受好调，每一人。咱一天用半点钟甚至1点钟，咱有这个时间来亲近上帝，来亲近上帝，来敬拜，来领受伊的话，来祈祷。咱会当较侪时间甲厝内人斗阵，甲厝人建立好的关系，常常为着厝内人来祈祷。咱嘛求上帝，互咱会当分别时间，会甲咱的朋友、甲别人斗阵来祈祷。即马即个复兴祈祷小组，就是会当伫线顶，大家当祈祷。透过即个祈祷，足侪人得到帮助，足侪人得到帮助。拜三祈祷的咱有一个姊妹讲，随想因为着因阿姐公司80万的周转实在是足紧张的，足压力。虽然80万那周转无这公司爱倒80万，但是感谢主，大家都发动甲祈祷，RPG祈祷无顺的祈祷讲本来是讲到当时结果就是甚至甲上帝讲，上帝你就是伫这几工内马上会当来调动万物来解决这个代志，感谢主。过工下晡时要周转的这个80万就来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了。所以兄弟姊妹，咱就是爱祈祷。当咱有一款的祈祷，咱祈求伊的面，我相信你的家庭、你的职场、咱的教会、咱的国家，甚至整个的世界会当得到改变。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成做一个上帝所使用的人，咱会当祈求伊的面，会当常常来拜日来祈祷。咱三脚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知影主这是落尾的时期，阮也无得惊吓。虽然有战争、有饥荒、有地动，但是主无期也未到，阮就要传福音。主阮就要起来祈求你的面，阮就起来祈祷。主阮相信，
主啊，台湾就是你所竞选，主啊，伫这个路尾，互台湾会当得到兴起，互台湾的百姓会当来悔改归向你，互台湾的百姓，特别这个受敬的百姓，会当家己清起家己，成做你的器具，透过阮的祈祷，嘛要祝福阮的国家，会当震动列国。主啊，互这个福音会当传遍天下，阮要迎旨你过来。主啊，你甲阮同在，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kri耶稣的名。阿门。回应诗621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咱起立来吟全首。愿你带我奔过今世曠野地，我今朝了你大观念，让手看我无完罪，你的名流，你的名流，流进你心窝。这咱永远徛伫，咱为着咱家己会当成做一个祈祷的器具，逐工愿意亲近上帝，读伊的话，来为着家庭祈祷，为着教会祈祷，为着国家，为着世界祈祷，为着你家己会服侍甲你的职场祈祷，互你会当过祈祷的生活，互上帝借着你来行关联，互家庭得到改变。教会得到改变，国家得到改变，甚至世界都会当改变。咱的总会也伫这个大灾期，咱要行即个这段期间，望咱会当40天拢会当来守望祈祷。咱毋但为着咱的台湾会当平安，两岸会当平安祈祷。咱为着乌克兰、俄罗斯这个战争会当赶紧结束祈祷。为着这个难民会当得到照顾来祈祷。为着世界足多所在求助人民，望会当，互因会当得到帮助。咱也献上咱的祈祷，兄弟姊妹，咱有相关的祈祷，咱带到主的面前。咱特别为着软弱的肢体，为着屈文玉兄弟赶的手术，求主保守，互伊会当得到平安。为着这个李义成同学因的车，求主会当，互伊会当得到完全的恢复。咱为着潘牧师娘，为着软弱的肢体，为着王牧师的妈妈手术的恢复。咱拢献上祈祷，你有甚物款的祈祷，带到主的面前，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阮会当伫你的圣殿敬拜。主啊，阮向你拜念阮的祈祷，因为主你讲，阮一概无得挂入万事，才着恳求祈祷，感谢拜在伫你。主啊，阮伫整个世界，主啊，阮看见这个苦难打起头，这个战争地方。
这个瘟疫带来做这艰苦伤害。主啊，互阮会当悔改伫你的面前。主啊，世间人拢会悔改伫你的面前。主啊，因为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啊，阮来5万民做见证，迄个落尾时机该到。主啊，这是阮还阁伫历史，阮还阁有时间，阮还为着阮的所在祈祷。主啊，阮真正恳求你保守台湾，互台湾有平安，互台湾的百姓也会当来悔改来归向你。主啊，你的百姓拢会当起来祈祷，互台湾会当真做祝福。主啊，台湾会当真做列国的祝福。主啊，伫这个落尾时代，主啊，阮看见这个战争的可怕。主啊，求你怜悯。主啊，你会当介入伫这个战争。主啊，你会当拐换人滚龙的心。主啊，无论是普丁，真是这有影响的人，互因知影，这个战争无赢的，拢是输的，互因会当欢喜来改变。世俗来讲，会当带来这个和平。主啊，整个世界，主啊，进入一个混乱，求你怜悯。主啊，求你帮助。亲爱的主耶稣，阮向你求讨，求你施恩伫阮的中间。主啊，阮也为着这软弱的肢体，主啊，为着文玉兄弟，主啊，伊的肝的出水，求你保守伊，互伊教业对你来稳定，互伊有抵抗力，互伊身躯的系统，主啊，你的气息伫伊内面，稳定伫伊内面，互伊一切会当运行。主啊，互伊会当身躯恢复健康。主啊，特别伊也丈夫也安息，求你也安慰伫因的这个家庭。主啊，甲这个家庭相合起。主啊，阮也将这个王牧师妈将花牧师娘，主啊，为着主啊李义成同学，主啊，伫这做意外中间，做这人拄着苦难中间，主啊，你做因的主做因王，主啊，你的医治，你的快乐伫因的身躯顶。主啊，阮兄弟姊妹来到你的面前，阮摆咧一切祈祷，愿你接纳阮的所求。主，阮感谢你，阿罗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奉献，咱请即次来收奉献。现在咱起立，咱来吟奉演诗。感谢阿拉上帝，感谢你看顾阮所有人，看顾阮事农工商，会当有得会在的能力。主啊，阮嘛伫遮祈求你，因为疫情，因为意外，因为身体软弱，停止有得会在的能力。主，求你来帮衬，求你来看顾，求你来兴起。主啊，阮嘛要我靠你来徛起，我靠你来兴起。我靠你来奉献，但愿用信心的来奉献，伫你的面前，求你接纳，诚做教会的路用。阮来恳求、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主名。阿门。祝福车肯。阮求主你。那么望他你来行。
祝祷，咱请大牧师。带恁通平安去，互恁成做上帝所使用祈祷的器具，互恁的祈祷透到主的面前，得到伊甘纳，互恁的祈祷会当摇动上帝的手，做成美好的工，会当伫恁的工作、伫恁的家庭，搁伫你的服侍顶面，会当看见，无论是家庭、是教会、是国家、整个世界，因的祈祷带来改变，互上帝的恩典、福气临到伫咱，互复兴临到伫咱。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妹。请坐，智慧。